這幾天雨落袂離，風台比克達是繼續往北行，也毋過受到西南風甲鋒面的影響，氣象署表示，今仔日咱台灣各地也是會上大雨，尤其是高雄、屏東地區有可能會落超級大水雨。氣象署講，這款無穩定的天氣預估會延續到拜日，拜日開始各地天氣才會轉好，變做濟雲到好天的天氣。風台比克拉繼續往北行，也毋過台灣受到西南風甲鋒面的影響，雨也是落袂離。拜五氣象署也發布雨特報，台灣各地攏會落大雨，甚至到超大雨級數的雨水量。尤其屏東甲高雄有可能會下超大雨，新北、新竹甲台南等等嘛有可能會落大水雨。基本上除了花蓮以外，台灣附近都有針對降雨發布特報，在西半部地區、東北部地區，還有在台東的山區都有來到豪雨等級的降雨哦，特別是在新北的山區、新竹地區，還有南高屏都有來到大豪雨等級的一個標準。氣象署指出，受到鋒面的影響，拜六各地的天氣也是無穩定，西北部地區有可能會下大水雨，東北部嘛會落大雨。一直到禮拜，鋒面慢慢向北，東北部的天氣才會轉好，也那西北部也是會有短暫陣雨。若是過到台灣各地都有可能會落西北雨。那到了29號之後呢？南部台東可能整天斷斷續續的會有短暫陣雨出現，其他地方就是以午後為主。午後的話，可能是要留意會有局部大雨出現哦。那到了30號之後呢，受到太平洋高壓影響，各地都會恢復到多雲到晴比較穩定的天氣。氣象署講，這款無穩定的天氣，預估會延續到拜日。拜日開始，各地才會轉做濟雲到好天。氣象署提醒民眾，這幾天唔通去山區，出門嘛會記得紮雨帽雨傘，隨時注意天氣的變化，甲氣象預報。記者桂宗林、賈桂林台北報道。